唔知你有冇試過喺加密貨幣嘅市場見到價格突然之間狂升，以為即將可以反轉做多，而有耐性嘅你以為等待價格回踩缺口入場就可以跟隨價格之後延續去賺錢，點知你一追入去就即刻俾人打咗止損，之後你又見到價格一路跌，你以為價格又要反轉，所以驚到唔敢買，甚至想入場做空。點知道價格又即刻打咗你嘅止損，然後仲眼白白咁樣睇住錯過咗之後一大段嘅升浪。其實呢啲唔係你嘅運氣差，而係你睇唔清楚莊家喺邊度一早已經做好咗埋伏。如果你都有遇到呢啲問題，你今日一定要睇完呢條片，同埋快啲加入我哋嘅群組，我哋會俾唔同嘅資源你，令呢個市場可以成為你賺錢嘅工具。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幣加貨嘅 YouTube Channel， 我係你哋嘅幣加貨，我哋專門會用最輕鬆簡單嘅方式去帶大家由零開始，一步步去了解加密貨幣嘅世界。咁喺呢條片開始之前，麻煩大家快啲俾個 like， 如果準備好就 OK，Let's go。好，今日我哋嚟分享一個超級重要嘅概念 OB。OB 全名又叫 Order Block， 中文就叫訂單塊或者訂單密集區。喺畫面上你可以見到，當一個趨勢突然之間反方向咁樣急速上升或者下跌，佢嘅上一根回調 K 棒就係我哋要揾嘅 OB。好似左邊呢幅圖咁樣，市場由下跌轉變成急速上升，佢嘅前一根紅色下跌 K 棒就係看漲 OB。相反，右邊嗰幅圖由上升變成急速下跌，佢嘅前一根綠色上漲 K 棒就係我哋要揾嘅看跌 OB。簡單啲咁講，OB 就係市場上嘅莊家一次過放咗大量訂單嘅價格區域。點解呢個區域咁重要？因為呢度係莊家吸貨或者派貨嘅倉庫，再等最好嘅時機去推動價格。所以當時機一到，佢哋一次過放咗好多嘅買單或者賣單嘅時候，就會令價格喺短時間內離開呢個區域。但莊家總會記得呢個價位，之後好大機會再一次翻嚟呢度補倉。如果你都想提升你嘅交易技巧，或者揾緊一個好嘅學習環境、好嘅學習群組，其實你並不孤單。即刻 scan 畫面上嘅交曲，加入我哋。再簡單啲咁講，OB 其實就係莊家創造咗一段升勢之後所遺留嘅關鍵價格。我哋可以用嚟觀察，如果未來價格翻嚟呢個關鍵價位嘅時候，有冇機會繼續延續趨勢？我哋依家嚟一齊睇睇今次呢個實例。喺圖表上你可以見到有一段明顯嘅下跌趨勢，喺下跌之後，我哋見到有一段上升嘅趨勢，佢係突破咗一啲前高位嘅。咁我哋就可以將呢一段升勢嘅最後一根紅色下跌 K 棒標記出嚟，成為我哋嘅 OB。跟住你可以見到價格佢回踩 OB 之後，亦都係創造咗一段嘅升勢，而呢一段嘅升勢都係突破咗一啲嘅前高位。咁第二段嘅上升趨勢，最後一根紅色下跌 K 棒，我哋都可以將佢標記出嚟。呢個亦都係我哋想揾到嘅 OB。好，咁我哋嚟繼續想象一下，今次莊家千足蟲 BB 佢又上嚟賣波鞋啦。今次呢，佢一開始呢度不斷咁樣入貨買咗好多波鞋，但係呢，一直都揾唔到買家喎，直至到去到呢個第一個 OB 位，佢發現呢個市場開始有需求啦。佢見到價格呢度開始有一個反轉嘅信號，因為佢突破咗一個前高點。但係千足蟲 BB 佢都知道，佢經歷咗一大段嘅下跌趨勢，佢唔知道市場對於佢呢一對波鞋係咪真係咁大需求，所以佢等待價格翻嚟佢第一個 OB 嘅呢一個貨倉，佢再買多少少貨，然後佢發現原來呢個市場嘅情緒同埋呢個需求真係好大，因為價格我哋見到佢再一次去上升，同埋突破咗一啲嘅前高位。喺呢個時候，千足蟲 BB 佢都再一次確認到，依家嘅市場情緒對於佢嘅嗰一對波鞋嘅需求好大，所以貪心嘅千足蟲 BB 佢就話 OK， 等我翻去倉庫買更多嘅貨，然之後再推高價格賺更多嘅錢。然而，我哋幣加貨一早就好清楚知道千足蟲 BB 佢會想翻嚟呢個 OB 佢嘅貨倉買更多嘅貨，所以我哋就會喺呢個位置等待價格回踩。當價格回踩嘅時候，就可以進行我哋嘅多單交易。我哋入場止損，我會放棄 OB 嘅底部；止盈，我會放棄前高。跟住我哋就嚟睇下價格之後嘅走向。最後
價格回踩 OB 之後，就一路上升去到我哋嘅止盈地方。呢個就係我哋點樣去利用 OB 觀察價格走向，然後等待回踩，最後達成一個高盈虧比而且又輕鬆嘅交易。如果大家都中意我哋嘅分享，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啊！但如果你話喂，弊家伙，聽完都唔係好明，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區留言，或者喺資訊欄你會揾到我嘅 contact 直接聯絡我。下一集我哋會講另一個秘技，有興趣就留意我哋下一條片啦，拜。